大家好，又翻嚟我哋芒向編輯部節目時間，有我嚟自澳洲嘅曾必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亦都有嚟自馬來西亞嘅大馬 Sir。各位芒友好，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哋三個頻道芒向、正向、晒冷氣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希望留低建設性嘅留言啦。好啦，呢節就好少啦，咁講講啦，即係。呢個係邊個推薦嘅？許智峰啊，呢個係通緝犯許智峰推薦。佢自己有冇推薦噶？真係佢自己有冇買翻一兩本旁下身啊？咁有嘅，擺喺台頭咁樣，有都唔出奇嘅。咁最搞笑係話喺澳洲印嘅安全啲。喂，不過即係以前許智峰咧都幾有影響力，但係都係好搞笑啊！因為佢同上一個 post 比咧，上一個 post 記得佢之前咪有個丹麥嗰啲乜鬼議員咧協助佢走 Q 咗佢嘅走難嗰個咧，咁佢又嗱，咁佢個貼咧就起碼都有係幾千個 like，咁但係咧，講個黎智英先生，呢個肥佬黎啊，呢個係呢個啊，所謂黎漢奸黎啊，黎漢奸啦。咁講呢個係得幾百個 like 啫喎，點解咁少人 like 嘅咧？即係對肥佬黎唔可以講一個支持啦，like 下啫。嗱，咁喐下喐手指啫。呢個許智峰話借一個港人組織咧，喺澳洲，我哋之前都講過組織噶啦，個名唔講，唔幫佢宣傳啦。同埋澳洲香港人團購黎智英轉字係寫幾錯咗，寫黎智英。佢轉向個轉係寫或者黎智英傳啊嘛，喂，好似啦，係咯，喺西人地方係咯，呢個中文退步咗啊？定係 hea 啊？我睇到黎智英傳或者黎智英轉，咁嗰啲人又唔提醒佢嘅，做乜鬼嘢啫？如果係香港政府或者係呢個中國大陸政府係笑死啊！嗱，即係咧，大家咧。團購黎智英傳，佢傳同轉係兩個字嚟噶嘛？咁咧為黎智英為香港做點點微小的事，嗱，係咪啊？佢轉字係咪寫錯咗啊？喂，而且你下邊個圖個轉就係傳奇嘅傳奇啊嘛？喂，係自傳個轉嘛？傳奇係自傳個轉啊嘛？你寫黎智英轉都係轉向個轉彎個轉，係咯轉，我睇到吓。咁鬼搞笑啊！你係咪唔記得咗阿黎生對你嘅嗰個咩啊？嗰個叫恩情啊吓，佢份報紙都同你都好多嘢嘅喎。嗱，咁原來啊佢就話你講，當年呢個得到證實咗啦，係有資助過民主派嘅，係冇錯，泛民嘅效力嘅政黨啊，即係民主黨。喂，其實佢都係係。佢同仁哥以前成日即係何俊仁經常做節目噶嘛。咁最搞笑咧，發現咗有人喺度柴台，不過好似係佢哋自己人柴台。嗱，咁原來咧呢個咁嘅港人組織話，近日香港書店一拳書館嘅店主同埋店員，因為黎智英傳等等刊物涉嫌國安法煽動罪被捕。同時香港當局咧近期亦都進一步擴大國安相關執法力度，包括要求交出係裝置密碼喂，咁係，如果佢懷疑你係，其實個國家都咁咧，佢懷疑你如果犯法嘅話，佢查你手機好正常啫。以及授權海關就係咧檢取被指具有煽動意圖嗰啲物件或物品咁佢哋呢個咁嘅港人組織希望咧發起黎智英傳澳洲團購活動希望香港人可以喺比較自由安全嘅空間，將實體嘅歷史留喺下一代仍然可以閱讀嘅地方。咁樣咁定價咧係幾錢咧？咁就係50蚊澳幣。你哋有冇賣啊？你哋我呢度有得賣，係50蚊，不過係馬幣54蚊啦。咁都你哋嗰度咩都貴啲噶嘛？不過咁我好搞笑，我睇到下邊有人講咧，頂佢好心啦，即係咁樣都計較。嗱，原來下邊人講博客來減價年運費大概23蚊澳幣就要快。喂，屌你咁樣都柴台嘅喂！其實講真呢個港人組織我唔知佢有冇賺錢啦，唔知。
但係係咪咁好啊？撐民主嗰50蚊澳幣你都唔肯要買23蚊，係啊，我個主笑就笑吓乜鬼嘢？你哋50蚊澳幣其實對於好多澳洲人嚟講又唔係一條好貴嘅數啫，係嘛？啊屌你咁樣都大細哥買23蚊要買大減價㗎咁樣講，呢個真係證明咗啲黃色經濟圈啊，同埋相關嗰啲產品嗰啲嘢啊，已經唔係你推出嚟唔一定係一定大賣嘅靈丹妙藥咗啦。係博客來咧，其實就係台灣地區一個網上書店嚟嘅，夠平好多喎。我查咗另外一間成都啊，成都都係咁上下價，513蚊新台幣扣價。喂，呢啲唔應該賣斷市，做咩減價促銷啊？喂，其實呢本嘢都出咗一段時間噶咯，舊年7月嘅。係不過好搞笑啊！嗱，咁咧佢嗰513蚊咧新台幣咧，其實就唔包運費嘅。咁原來咧即係運埋嚟澳洲咧，咁就係大概啊睇翻數據啦，咁就大概咧係1253蚊新台幣。哇，咁哇呢啲運費貴，不過都係咁嘅，正常嘅。啲台灣啲嘢平啊嘛，係嘛？咁啊，即係運到嚟澳洲咧，其實就係都難聽啲講，都就唔係差得太遠啫，啊，唔係差得太遠啫。佢哋我係有啲唔明白點解會介意嗰個差額喺度啦。係其實唔係預咗俾呢啲叫做抽下水啦，係嘛？或者支持個組織啦，或者支持咩？組織嗱，因為如果係1253蚊新台幣咧，運到嚟澳洲包埋運費係57蚊澳幣啊！咁呢個咁嘅港人組織賣50蚊澳幣包郵咧，咁實上係平啲嘅啊！咁但係亦都嗌交喎，屌佢哋話啊，你幫佢即係鬧 Q 佢就話吓，係咪平過先？有多係咪你俾翻差價我？其實呢啲嘢你買咪買，唔買唔買咯，好鬼搞笑，咁樣都爭論一番嘅，屌你支持肥佬咧？啊，你講就係覺得唔值得咯。支持肥佬呢個好難講喎，究竟係支持呢個港嘟嘟嘅組織啊，定係支持許智峰？許智峰推介啊嘛。哦，就係支持許智峰咧，點分得出咧？咁亦都係講支持肥佬黎，肥佬黎嘅身家需唔需要你支持咧？嗬，係啊係啊，冇錯。嗱，咁亦都人講咧，啊原來咧加埋郵費都貴過50蚊澳幣啦，但你係唔可以阻人熱情噶，買5本書，自己特別包裝免郵費寄一本俾我啦。如果你想促銷呢樣嘢咧，呢個都好難做得到啦，除非有肥佬黎簽名啦，咁就得。但係呢本2025年出嘅，應該佢簽唔到咯，有都係假。係啦，咁有都簽唔到咁多啦，咪可能佢都簽到都唔出奇，因為探監嗰啲得唔得啊？得唔得？可以攞未經批准嘅。哦，係冇亂嚟啊！嗱，咁亦都人講，嗱，我就係要一本啫，咁我同你買43蚊啊，你寄去我屋企 OK，PM 地址你咯。咁亦都人講留意啊，澳洲本土寄書都要10蚊啦。咁到後嚟咧，亦都有人講喺博客，本嘢都我睇個圖片啊，呢本嘢都幾厚身喎，應該幾重喎。係啊，你可以買電子書噶。有本實物可以耀武揚威啊嘛。係啊，冇錯，因為嗰個澳督聯佢講咩要有咩實體可以留翻俾下一代咩咩見證歷史嗰啲啊，屌呢啲上網睇得啦，即係我知啊，即係你知咩歷史事件而家大叫把啦。嗱，咁亦都話亦都話咧喺博客來買5本，平均43蚊，咁你買平咗係咪請我食飯？喂，同埋啲咁嘅嘢有咩可以拗啫？你買唔買咪出走啦，係咪先？咁樣你精打細算係啱嘅，證明咗你再打呢張民主牌啊，肥佬黎啊，打唔通咯，人哋精打細算咗啦，而家係啊，同埋佢係呢個係祈福德啊，即係住啊嘛，啊係西人名嚟噶，Mark Clifford 啊嘛，係嘛咁樣講啊。你可以想象到早2-3年啦，即係20年嗰陣時啱啱高峰期啊，19年呢個反修例運動噶嘛，20年21年嗰陣時最高峰嘅，其實呢啲係邊度使又嗌又西啊，一放大班啊，係嘛？冇錯啊，邊度使又計下價，又格下價呢度睇下，喂呢個啲好邊度平啲喎，唔會咁樣嘅。
其實我覺得佢哋就可能就有啲所謂手足就覺得呢個港人組織賺錢，之後唔抵得。你知佢哋就好 Q，呢好 Q 麻煩。間嘢係咪？喂，呢間嘢係咪真係咁聲譽咁差咧？咁又唔係喎，OK 喎，其實覺得即係喺佢哋眼中就好似不過我誇啲咯，即係講嗰啲係唔臭米氣咯，有時候咁就係如果你對私隱或者安全有顧慮，請只填寫就係咧訂單所必要資料，並且使用你合乎你嘅聯繫方式，唔好咧唔需要提交同訂單無關嘅敏感資料，屌呢啲嘢買恐懼啫，講白咗就係、你反正係你講。你即係諗住嗰位阿哥喺澳洲好多物業㗎啦，寄去邊度啫？講真一句，一個公用嘅郵箱啊 PDF 咯，最安全咯。都話要實體書威啲咯。咪係，因為佢都咁講，咁佢都咁講。好，係咁先，拜拜。拜拜。